些眼睛未曾看过的事情，甚至心里还没有想过的事，上帝早已预备给那些爱他的百姓。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的心呐，你要赞美耶和华，我一生要赞美耶和华。我还活的时候要歌颂我的神。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同从座位上站立起来，用我们的赞美来震动天地，来呼喊我们的神。我们一起来拍手。哈利路亚，我们欢呼；哈利路亚，我们齐歌。主你战胜黑暗权势，哈利路亚，我们欢呼；哈利路亚，我们齐歌。主你的生命已复活，你要震动天地，你必震动沧海海底，因万国万邦全都属于你。神殿充满荣耀，荣耀大过荣耀，你彼此平安，彼此扶着你。神必要赐力量给我们，阿们吗？阿们。神必要赐平安给我们，阿们。我们再来呼喊他。哈利路亚，我们欢呼；哈利路亚，我们齐歌。战胜黑暗权势，哈利路亚，我们欢呼；哈利路亚，我们齐歌。主你的生命已复活，你要震动天地，你必震动沧海海底，因万国万邦全都属于你。你是神殿充满荣耀，荣耀大过荣耀，你彼此平安，彼此扶着你。神要再次的震动天地，沧海和旱地，他要震动万国，而且要使这殿满人荣耀，让我们后来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阿们。你要震动天地，你必震动沧海海底，因万国万邦全都属于你。你是神殿充满荣耀，荣耀大过荣耀，你彼此平安，彼此扶着你。我们再更热情的说，你要震动天地，你必震动沧海海底，因万国万邦全都属于你。你是神殿充满荣耀，荣耀大过荣耀，你彼此平安，彼此扶着你。你彼此平安，彼此扶着你。我们拍手，大大声的把荣耀归给神。主啊，谢谢你的恩典，使你的荣耀要大过这地。我们赞美你，让我们能够的祷告来到神的面前，求你侧耳来听我们的呼求。主啊，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极难的时候，求告耶和华，他从眼中听得我的声音。极难的时候，求告神。极难的时候，求告耶和华，我的呼求进了他的耳里。极难的时候，求告耶和华，
从高处伸手抓住我，从大水中拉上救了我，帮助我脱离仇敌。耶和华是我依靠的，他从高处伸手抓住我，在荒芜之地不放弃我，领我到宽阔之地，搭救我，因他喜悦我。难的时候，求告耶和华，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极难的时候，求告耶和华，我的苦求进了他的耳里。极难的时候，极难的时候，求告耶和华，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极难的时候，求告耶和华，我的苦求进了他的耳里。来向神求。极难的时候，求告耶和华，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他从高处，他从高处伸手抓住我，从大水中拉上救了我，帮助我脱离仇敌。耶和华是我依靠的，他从高处伸手抓住我，在荒芜之地不放弃我，领我到宽阔之地，搭救我，因他喜悦。我们一起伸手，主要救我们。他从高处伸手抓住我，从大水中拉上救了我，帮助我脱离仇敌。耶和华是我依靠的，他从高处伸手抓住我，在荒芜之地不放弃我，领我到宽阔之地，搭救我，因他喜悦我。他从高处伸手抓住我，从大水中拉上救了我，领我到脱离仇敌。耶和华是我依靠的，他从高处伸手抓住我，在荒芜之地不放弃我，领我到宽阔之地，搭救我，因他喜悦我。极难的时候，求告耶和华。主啊，谢谢你从高天伸手抓住我们，把我们从大水当中拉我们上来，领我们到宽阔之地，搭救我们。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主啊，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救了我们的生命。有你，我生命不
生命在燃亮，有你，我不害怕困难，有你，我有满足的喜乐。我在深处里求告你，你在天上听我祷告，你是我坚不必难说，我赞美你直到永远。太阳还存，月亮还在，人要敬畏你直到万代。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太阳还存，月亮还在，人要敬畏你直到万代。主啊，你是我们的神。有你，我生命在燃亮，有你，我不害怕困难，有你，我有满足的喜乐。主啊，你在，我在深处里求告你，你在天上听我祷告，你是我坚不必难说，我赞美你直到永远。太阳还存，月亮还在，人要敬畏你直到万代。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太阳还存，太阳还存，月亮还在，人要敬畏你直到万代。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哈利路亚！是的，主啊，从前我们风闻有你，如今我们亲眼见你，我们赞美你直到永远。谢谢阿爸天父，因为有你，我们的生命不一样；因为有你，我们的生命被点燃；也因为有你，我们不再害怕困难；因为你有满足的喜乐。谢谢天父，听我们的祷告，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好，请坐。这时候我们一起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如果您还不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祷告来表达你的感恩。献上感恩的心。
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让我们能在每个周日一起聚集。主啊，感谢你在每个周日帮助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你，再次打开我们每个人的心与眼，再次看见你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再次请你赐下智慧，让我们能够做出最好的决定。主啊，谢谢你。主啊，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献上我们的时间、金钱与才能，作为你的圣工所用。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阿门。弟兄姐妹，请坐。好，这时候我们一起来读这一周的金句。好，在哥罗西书第3章第1节，我们一起来。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哥罗西书3章1节，再一次。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哥罗西书3章1节。好，再来我们来看一段影片哈，这是上周的礼拜六，我们有一个敬拜赞美之夜。这是我们江南教会跟永光长老教会一起服侍的哈，那我们用掌声将荣耀归给神。好，接下来2026年的领袖高峰会在8月15号到22号啊，8月22号2周，我们在这个地方有领袖高峰会议，那报名费是1700块。那如果是在我们教会的会籍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有全勤，就可以退500块。然后在6月30号以前报名的啊，有早鸟的礼物。那欢迎弟兄姐妹来参加，也邀请那个朋友来参加。那华语礼拜场我们有个提醒哈，如果说我们做了华语礼拜啊，要特别注意，在礼拜结束之后有一个静默的祷告啊，那时候先不要移动。那等待殿乐结束之后呢，我们再开始离开。那离开的时候呢，我们让长辈比较行动不方便的先行离开哈。好，再来333祷告会，礼拜3的晚上8点到9点，在新堂这个地方举行，主题是教养与职涯。那主讲是陈柏芝牧师，欢迎弟兄姐妹一起来参加。在台语朗读比赛，8月2号礼拜天的下午1点到4点，那我们的对象是大班到100岁，没有120岁，太多，100岁好，那要报名的请扫 QR code。那我们完赛的姐妹我们弟兄姐妹都有小礼物然后如果说成绩优异，我们还有奖金希望大家多多来参与。再来松大的讲座在6月3号礼拜3早上10点半到12点，
那主题是鼓励与赋能的生活训练，然后需要练习与勇气。那讲师是曹彬莹老师，然后欢迎大家来参加。再来新世纪的福音勇士主题是破解网络成瘾。那目前报名的有57位，那我们的目标是100位。那时间是7月6号到7月10号，5天的时间，也欢迎弟兄姐妹邀请社区的小朋友一起来参与。然后在松大的30周年的参访旅游这个也要赶快来报名，不限松大的学生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报名。那早鸟的优惠价是5000块，然后6月底报名才有这个优惠价。那现在已经一台多的游览车了那希望赶快来报名。然后再来，今天有3位来宾，我们来介绍一下。第一位是阮秋贤姐妹，我们要坐在哪边？好，谢谢我们欢迎你欢迎你。好，再来第2位王宇君姐妹，好，请起立。好，我们欢迎你。好，第3位是李美义姐妹，请起立我们来欢迎你。好，一次欢迎，怎么样？欢迎。好，再来，我们来一起来读我们今天的经文我来读。来，所以你们若正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好，以上。好，接下来我们欢迎本堂的那个小会员黄家生长老来为我们分享讯息。那他所要讲的题目是设定你的属灵 GPS， 追求上面的事，追求上面的事。好，这个没有掌声好像在演讲比赛，然后我用这个用这个看好，追求上面的事。那 PPT 我自己来好，那个我们家里我们家里大概有10年的时间没有出外去旅游那上个月我们很开心我们到垦丁去玩那我们安排很久，因为小孩子的时间不好瞧嘛那好不容易瞧到一个时间，那瞧好了之后呢，我们也预备好了，要出发之前大概1个多礼拜那牧师呢就来找我跟我讲今天的事情要我来分享讯息。跟我讲的时候呢，我心里想说我是会那对我来讲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负担但是你们要学我很顺服，对不对牧师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对我们要顺服我们的牧师啦因为牧师他去参加考试，今天不能来，所以由我来跟大家分享讯息。那结果呢，我们去垦丁今天的题目是什么？追求上面的事，对不对我去垦丁6天的时间都在追求上面的事追求到现在所以我今天把这个上面的事告诉你们，然后就换你们要开始追求上面的事 OK 吗？好，那你们说的好 OK。好，那希望我们今天的敬拜也可以成为一个馨香的献祭，献给我们的天父上帝。那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一起聚集在你的施恩座前来敬拜你。主啊，求主你的灵与我们同在。当我们专注在你面前的时候，主啊，你的圣灵就来提醒我们，来帮助我们。也求主你来赦免孩子的罪，洁净孩子的口，洁净孩子的心，赐给孩子有传讲的勇气与智慧。求主你来开启每一位弟兄姐妹属灵的眼睛，赐给我们的信心来领受，让你的话语毫无保留进入我们的心里，成为我们生命的亮光与帮助。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好，我们首先来复习一下
从耶稣诞生耶稣复活之后，一直到圣灵降临节有50天的时间，牧师的讲道是什么主题？充满我，很好，好，充满我有5个功课要来做哈。第一步就是圣灵带领我们要专注来敬拜，我们要尽心尽力尽意尽性尽意爱主我们的神，我们要来敬拜上帝。然后在圣灵扩张，我们要去接纳，就是要服侍。我们要先专注爱神，才能够来专注爱人。我们要服侍神，也要服侍人。然后第3个就是圣灵催促我们去行动。就是要来外展，我们要从闭门祷告到出门去传道，要完成耶稣的大使命。然后第4步就是圣灵的催促，我们要来成长，就是我们要成熟，我们要接受装备，我们要在信望爱中成长，我们要长大成人，我们不能再像小孩子一样。第5步，圣灵托付我们，就是要来尽责，尽责就是要来做牧养的工作。那牧养，牧师说是谁的责任？对，每个人的责任哈。好，那我们有了这个圣灵充满我的系列学习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是要来追求天上的事哈。那天上的事跟上面的事都是一样。我今天是用和合本和合本是说上面的事，那现代中译本是天上的事所以这个都是一样的意思。那我们跟我们的旁边人说，我们一起来追求上面的事。好，跟另外一边说，我们一起来追求天上的事。阿们。好，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是追求天上的事？我们用 GPS 的概念来讲如何去追求天上的事。不知道什么是 GPS 的举手？不知道。好 ，GPS 就是全球卫星定位系统，那汽车导航都是要靠这个系统。我们把它设定好了，我们的目的地，我们就可以按照这个导航去。所以这个是GPS 的概念。那我们分大概4段来跟大家分享我们第一段所要讲的就是经文的预警与发现导航的偏差。我是一个非常依赖导航的人。我去到哪里我都会用导航，不管是在要回家或在教会，我都需要用导航。但是呢，有一次我从台北回到教会要来开会，我导航我输入写桃园市中华路49号，有没有错？没有错。然后结果他帮我导到八德市的中华路49号。所以呢，有时候我们属灵的导航也会有错误的时候，但是我们却不知道。所以我们要来时常来检视我们的属灵导航是不是有错误。那我们今天的经文呢是哥罗西书第3章1到4节。那为什么保罗他在这里要谈我们要追求上面的事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如果有参加圣经共读的人一定都知道，我们从哥罗西书的第2章，我们可以发现当时哥罗西教会的人，他们都有一个错误的教导，他们的生活非常的挣扎，他们有许多的禁欲主义跟神秘主义在搅扰他们，所以他们呢都认为说学习这些人所制定的一些规则，他们就可以找到一个正确的道路。这个好像跟我们现代的社会好像也是一样，我们是不是也是追求一些成功学，或者是自我成长，或者是简约主义极简主义、自律主义，好像学的这些，我们就可以找到我们人生的正确的方向。其实在经文里面不是这样子说的我们来看一下保罗他在哥罗西书第2章23节跟第8节怎么说的，我们一起来读。从表面看，崇拜天使、故作谦虚、苦待自己的身体等等，似乎是明智之举，其实对于抑制肉体的情欲是毫无价值的。这是毫无价值的再来第8节，你们要谨慎，不要被虚妄的哲学迷住了，因为那种学说是人所传授的，是根据宇宙间所谓星宿之灵，而不是根据基督。好，
等一下念整齐一点哈。好，那个我们从这个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知道，从过去哥罗西书开始，保罗不止在哥罗西书说，他在以弗所书也说，这样类似的一些教导，包括我们现在的社会仍然也是有这样的问题产生。我们人都很想要找到一个正确的人生方向，在我们属灵设定的时候呢，往往有时候我们设定是错误的，我们却不知道。这边告诉我们说，我们若是偏离了基督的教导，我们所设定的方向都不会是正确的。所以呢，当我们属灵在设定的时候呢，如果我们没有时常去检视，就会像这张图一样。原本我们是想要去搭邮轮，但是导航却带领我们到山崖上面去，我们是没有办法走到正确的道路。所以呢，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哈，不要试图在地上找答案来解决属灵的干渴。常常有时候我们在世上，我们就认为说，我们靠自己努力学习各样的东西，就可以好像在我们的灵里，我们就可以得到帮助，我们就可以得到人生的答案。其实不是，如果这个错误的话，会造成我们非常严重的后果哈。那我这边简单讲一个例子哈，在西元20世纪有一个探险家，他叫做波西法切特，他是一个很有名的探险家。他心里想，在亚马逊的地方有一个丛林里面，亚马逊丛林里面有一个黄金城，他称这个黄金城为 Z 城，所以他把这个寻求 Z 城呢，当作他人生的唯一方向跟目标。他认为只要找到，他有名有利，生活没有问题，将来一切都很完整，很成功。他为什么会这样子做呢？为什么会这样设定呢？是因为他在巴西的图书馆里面找到一份手写的那个手写文，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探险家写的。他说，在那个丛林里面有一个黄金城，满地都是黄金，那也有非常雄伟的建筑，他视这个为他人生的目标，他就把这个资料拿回来研究。在未来的20年里面，他总共7次，20年有7次进入这个丛林里面，然后他花遍了所有的自己的积蓄，也变卖了所有的财产，就是要到这个地方去找黄金城。每一次出发之前呢，他都有开记者会，也跟大家说他快要成功了。第7次呢，他还带他的小孩，带他的大儿子进去，结果第7次进去之后呢，就从来没有再出来了。然后他的妻子呢，也为了要救他，把他所有研究的资料公布给世人。那在往后的30年，总共有2000多位的人都来找这个黄金城，最后2000多位都没有成功，其中还有100位死在里面。这个就是当我们属灵导航如果错误的话，我们的人生方向其实是完全错误的，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所以保罗在第3章的一开始，他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我们来检视我们的属灵 GPS。好，所以保罗在这里怎么说？我们来看一下，一起来读。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好，保罗在这里说了2个动作，一个是求，然后另外一个是思念。这个在原文里面都是一个命令句，都是一个行动，就是我们要去做的。神他把这样的命令告诉我们，我们有决定权，我们到底要不要这样子做。然后这个求呢，主要是外在的一个行为，外在的一个行动。那思念呢，是一个内在的行动。所以不管是求还是思念，我们都要有所行动才可以。所以接下来我们来分别来看一下，什么是求，然后什么是思念，然后什么是天上的事。好，好，什么是求呢？求，不用念。求在这里的意思呢，它不是祈求，不是祷告，它是一个行动，它是一个渴慕追求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追求一个事情的时候呢，我们总要有一个行动，
有一个行动之前要有一个方向，要有一个目标，所以这里也是有一个意思叫做专注的追求，所以求在这里呢，它可以表达的就是专注追求的一个行动，就像猎人一样，猎人在捕杀猎物的时候呢，他需不需要很专注？需要他如果没有很专注的话，他很有可能就会被猎物来吞吃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高强度的一个行动。所以马太福音这边也有讲，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耶稣他在这里说要先求神的国，这个求跟保罗在这边想的求天上的事，这两个字它在原文的字义里面是同样一个字，但是解释上不完全一样，但是都有同样一个意思，就是极度的渴慕跟全力的追寻的意思。所以当我们在追求天上事，在思念天上的事的时候呢，我们要有一个这个强烈的态度才可以。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什么是思念。思念它在这里的意思呢，其实它强调的是一个内心的焦距，内心焦距的定调，也就是说心态的定调。刚刚说是一个内心的行动，我们必须要在我们的心里，我们要先设定好一个目标，我们要把焦距调清楚，就好像我们在拍照一样，如果我们拿相机起来，我们没有对准好我们要的目标，如果目标是模糊的，你就这样按下去，这些照片都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思念的意思呢，就是先调整我们邻里的对焦，从模糊把它调成为清楚。所以保罗他在这边也有讲，保罗在这边也有讲，不要效法这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良善、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在这里说心意更新而变化，这个更新而变化就是不断的在调整焦距，就是要把我们的焦距对准神的良善、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当我们对准神的良善，就是天上的事，我们其他的事在地上，我们所有的劳苦跟担忧，这些都会模糊掉。像我们拍照一样，如果我们把焦距，就是这张图，如果我们把焦距呢对准圣经，圣经是不是清楚的？后面的房子、车子、钱手表、包包，这些就不会是清楚的。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思念，我们要把焦距对准我们的神，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按照神的心意努力来前行。所以追求思念，它是一个心理的一个行动。那我们再来看什么是上面的事呢？我们来看这一段的经节，哥罗西书第3章第1节，我们一起再来读一次。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好，所以上面的事呢，其实就是我们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坐标。我们要把我们的人生的坐标，把它定位在上面的事。他这里说，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所以上面的事就是基督的事。我们常常也说，我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所以当我们在思念上面的事的时候，我们就要来思想耶稣他会怎么做，耶稣他会希望我们怎么做。我们要把我们的目光对准神的眼光，这个就是以基督的心为心。那我们现在可以来练习看看，我们怎么样来分辨什么是上面的事，然后什么是地上的事。好，我想请问，参加敬拜是上面的事还是地上的事呢？上面的事。好，如果我们的敬拜是我们的生活作息的一部分，或者是我们的宗教义务，这个是上面的事还是下面的事呢？好，这个就是地上的事。好，那上面的事呢，就是我们有渴慕的心，我们想要与主来相遇，然后被神的话来更新。若我们有这样的心态，我们来做礼拜，我们就是在做上面的事。所以我们来教会呢，不代表就是在做上面的事，我们要聚焦在神的话语里面，
好，关键在于我们的心，好，是不是有对焦在神的上面？好，再来，认真工作是上面的事还是地上的事？地上的事哈。好，如果我们是想要得到掌声、争取升迁，或者是想要赚更多钱，好，当然这些都是地上的事。那如果我们是在工作职场，我们活出基督的生命，然后为主做见证呢？这个就是上面的事哈。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发现，这些好像都不难去分辨，也好像如果是为了自己，就是地上的事；那为了神，为了耶稣，就好像是天上的事。其实这样是没有错的哈。我们常常都是说，我们要为什么而活？我们都在讲为主而活，为主而活。当我们思念天上的事，对准基督，追求天上的事，其实就是为主而活哈。虽然这些的分辨不是很困难，但是有时候确实我们在执行上面有没有困难？我们在追求，我们要很认真去追求的时候呢，确实有时候会遇到困难。如果我们跟肢体上面有一些误会，有一些冲突，甚至被批评的时候呢，我们如何不断的操练，我们来转向神，不要只是想去要求对方做什么，或者是我们想要找一个合理的解释。我想这就不是在做天上的事。我们必须要不断的来操练，如何从这些我们受伤的环境当中，可以得到神的帮助。所以在保罗这里有一段经文，可以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帮助。好，那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我们受尊敬，也被侮辱；受责骂，也被称赞。人家说我们是骗子，其实我们说的是诚实话；说我们籍籍无闻，其实是家喻户晓；说我们死了，其实都好好的活着。我们受刑罚，却没有被杀；忧伤，却常有喜乐；贫穷，却使许多人富足；好像一无所有，却样样都有。哥林多的朋友们，我们向你们推心置腹，坦白说话。好，哥林多后书6章8节到11节，这一段他这边说，保罗说，我坦白的说，就是这是保罗的真心话。当时保罗面对哥林多教会，他受到哥林多教会的会友有许多的攻击，也有许多的批评、不谅解，那对保罗非常的不认同，反对他。当他知道的时候呢，他是用这样的心态来面对的。所以这边有讲到说，如果我们是用人的眼光、地上的事来看待，就会是这些骗子啊、籍籍无闻、死了、受刑罚、忧伤、贫穷、一无所有。但是如果我们转向神，用神的眼光来看，用上面的事来看待呢，这里却是一个诚实、家喻户晓、活着、没有被杀、喜乐、富足，样样都有。我想这可以成为我们在服事上、教会彼此之间肢体的关系上，可以给我们很大的帮助。我们在教会不难会遇到这些的问题，但是当我们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是不是可以把我们的心意转到神的身上呢？我想这个不是保罗本来就会的。我想这也是保罗他不断的操练，将他的眼光从地上转到天上。这个我们可以不断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不是说要不断的去遇到冲突，就是说当我们遇到冲突的时候呢，我们要不断把我们的眼光转向神。当我们把眼光转向神，其实这个就是在思念，在追求上面的事。所以我们看一下我们的第3段，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有时候我们确实会遇到一些困难，有时候我们聚焦没有问题，但是我们要追求的时候呢，却是遇到许多的问题，好像没有动力，好像无法前进一样。
所以我们可以从神的话语里面可以找到亮光吗？当我们遇到问题，愿意把我们的眼光转向神，来寻求神的话语，这个也是在追求上面的事。所以我们从我们的经文里面可以找到亮光的。我们看一下我们的经文，再看一次哦。所以一起来读。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哥罗西书3章1节。好，若我们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在原文的意思里面，与基督一同复活，它是一个完成式，也就是说，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已经复活了，就是我们已经拥有这个新的生命，而这新的生命呢，就是一个新的身份。那这身份呢，就是神儿女的身份。所以这是非常美好的应许。保罗他在这里，他不是在要求我们，给我们一个新的生活的准则跟生活的战略跟目标方向，不是。他在这里，他是要告诉我们，我们已经拥有一个新的生命，就好像我们的汽车拥有一颗新的引擎一样，我们所设定的目标，我们就一定可以达到，就一定可以完成。所以保罗他在这里再一次的强调，要我们知道，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我们已经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们的旧我都已经死了，我们是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可以有信心的来去面对我们所遇到的困难。我们看耶稣，我们可以知道一件事情，我们如何确信我们自己是神的儿女呢？有时候我们有一些迷失，好像我们要做什么事情，我们要认真为主做什么事情，好像要靠自己付出一些什么事情，我们才能够成为神的儿女。但是不是这样的。耶稣他在30岁被施洗约翰洗礼之后，圣灵仿佛鸽子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所以当我们接受耶稣受洗之后，其实我们就已经是神的儿子。所以非常鼓励弟兄姐妹，我们在座的如果还没有受洗的，我们应该要带着信心赶快受洗。受洗了之后呢，我相信天父他也会在天上告诉你说，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是一个非常好的福分。我们可以从接下来的经节里面可以联想，我们拥有神的儿女，我们可以有什么样的作为呢？来，我们一起来读这2段的经文。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约翰一书4章15节。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腓立比书2章13节。好，这边说，凡认耶稣为神的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神的灵都住在我们里面。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呢，我们就有办法去做这边所写的，我们所立志行事的，这些都是神在我们心里所运行的。这些所运行的事情呢，都是要来成就神的美意的。所以我这里主要是要表达的是说，我们不要一直认为我们自己很软弱，我们自己好像都做不到。其实我们受洗了之后，我们成为基督耶稣的弟弟、妹妹，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就有一个基督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了之后呢，我们就拥有新的生命。来，我们看一下这个，与基督一同复活之后呢，我们就拥有新的生命。然后这个生命呢，就是神儿女的身份。有这个身份呢，神就住在我们里面，圣灵就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有能力去成就神的美意。神的美意呢，其实就是上面的事。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循环。所以我们不要再担心我们自己很软弱，我们自己做不到，因为神的美意必定成就。阿们吗？好 ，OK， 那我们从另外一个经文里面，
我们也是一样，可以从经文里面得到一个亮光，就是我们的生命是藏在主里面的，因为我们已经死了，我们的老我已经死了，我们拥有新的身份，就是神儿女的身份。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保罗说，我们的生命就像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恩典。我们可以想象，我们与耶稣一起藏在神里面，这句话的美好吗？如果没有感受的话，我们来想象一下，什么是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如果你有很名贵的手表，或者是金饰，或者是有传家之宝，你会把它放在哪里？保险柜。我也是，只是我还没有。我们通常都会把它放在保险柜，这个地方呢是最稳妥、最安全的地方，是吧？好，那如果我们有一个藏宝图，或者是我们知道哪里有国家宝藏，我们会不会去找？那去找容不容易？不容易，是不是有很多关卡、很多机关，很多人去拿国家宝藏都死掉，对不对？好，所以这个代表这个地方呢是最被保护的地方。好，那第三个，如果我们有一些亲人的照片，儿女的照片、家人的照片、父母的照片，或者是我们很纪念的照片，我们会放在哪里？看得到的地方，皮夹，或者是手机上面，或者是我们的电脑萤幕上面，会放在最接近你的地方，最亲近我们的地方。所以我在这边也是要表达的，就是说，我们与耶稣一同藏在神里面，这个里面代表那里是最安全的，那也是最被保护的，也是最亲近神的地方。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所珍藏的宝贝。我们从约翰福音第10章28节这边可以看到，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所以我们就是这样子被神隐藏起来的，保护起来的。所以最后我们要看的是经文的应许跟显现天上的事。我们来读这一段的经节。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哥罗西书3章4节。好，刚刚我们所说的我们的生命是藏在神里面，但是上帝呢，他不是要永远藏住我们，不是要让我们永远都躲起来，是为了最后的显现。经文在第4节这边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我们也要一同与他显现在荣耀里。这是神给我们最终的应许，也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一个时刻。我们都说我们要将一切荣耀归给神，但是神他在这里跟我们说，将来的荣耀你也有份，因为耶稣他要把他的荣耀也分享给你，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事情。那我们有非常期待这身份的显现吗？只有一个有，好，有没有？有，好，我们都很期待我们的身份是被神显现出来的，因为那是一个非常荣耀的时刻，就像这个图一样，跟耶稣在一起。这是我用 AI 生成的，我写说显现与神同在，很荣耀，它就这样子。那2次是不一样的，分享给大家。来，我请问一下，知道这个人是谁吗？演戏的好，他演什么？好，蜘蛛人，他演这个。好，他演这个。那认识这个人吗？好，超人。好，对，他是演超人。好，然后这个呢？这个是谁？不知道。
好，50年制的应该知道。珍珍对，哦，很好，它就是科学小飞侠的珍珍。好，我们经文的第四节哈，其实它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盼望。他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它显现的时候，我们要跟神一起显现在荣耀里。虽然我们现在外表看起来跟一般非基督徒看起来好像都是一样，因为我们的身份是被神藏起来的。好，但是我们也要知道，我们神儿女的身份是真实的。哦，要有信心。所以我们很期待这些角色显现吗？我们会不会看这个电视的时候呢，很希望说，赶快超人出来，赶快这个蜘蛛人出来，赶快科学小飞侠赶快变身，对不对？我们都非常期待这些人物的显现。那是因为显现的时候呢，会让剧情变好看，对不对？会让剧情翻转，会打败恶魔，会战胜这些邪恶的。所以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我们在追求天上的事，我们想要把上面的事显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别忘了，我们要显现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翻转，就会更精彩。所以我这边想，我们的跟耶稣一起显现在荣耀里，就是提前我们在世上的时候呢，我们就把神要我们的做的事情，我们就勇敢的显现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所以我这边讲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现，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约翰一书3章2节，这边写说我们必要像他。耶稣是荣耀的，所以我们也是荣耀的。所以我这边鼓励大家，这2个我们一起来读。将来的显现是神赏赐给我们的荣耀，现在的显现是我们要将荣耀献给神。阿们。好，我们都说将荣耀献给神。我们如果显现好的行为，就是将荣耀献给神。我们既然有了复活的新身份，有儿女的新身份，我们也有了被神藏在基督里面的安全感，我们也有了显现的盼望。我们是不是更要勇敢的来显现出我们属神的生命，在我们的属灵 GPS 导航上勇敢的来显现出来？我们可以从4个路段，我们可以一起来分享。好，在教会的路段，我们是不是可以来显现永恒的饶恕呢？在教会当中，刚刚也有提到我们常常也会遇到肢体之间有紧张的时候，但是有很多人走不过这个路段，有时候可能会离开小组，离开教会。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教会遇到摩擦，遇到紧张的时候呢，让我们的导航不要转到对方的对错，或者是事情的理由、事情的原因。我们要显现在神的爱里面。要知道我们是神所珍藏的宝贝。对方的冒犯并不会伤害我们核心的价值。我们要勇敢的显现大方的饶恕，因为主已经先饶恕了我们。好，这是我们在教会显现的部分，我们可以来学习的一个部分。当然还有很多部分要学习的我们可以来不断的来思考，将我们的注意力、我们的目光、我们的心思都转向神。然后第2个就是职场的路段，我们要显现属天的卓越。在工作职场上，我们会花很多时间工作，与同事之间的互动。我们一生大概会花3分之一到1/4的时间与我们的
同事来相处，大家都是为了在地上的事，对不对？工作赚钱，努力工作。但是如果你可以把工作当作是你宣教、传福音的职场，那是一个非常大的禾场。那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宣教、来传福音呢？就是用我们的行为，用我们的诚实，用我们的热忱，用我们的服务，我们要显现天国子民的样式。我相信同事会有所分别，会有所看见。如果我们把我们的职场当作一个宣教的一个基地，我相信这个就是显现天上的事。我们会展现出属天的卓越。再来第三个，我们可以思考的是家庭的路段，我们要显现永恒的投资。我们在家庭里面常常面对小孩子，我们就会希望说他有好的表现，有好的成就，好的成绩，这一些都不是错误的。但是有时候呢，我们如何将小孩子也一样带到神的面前来，让小孩子自己来认识神，让他也可以成为被神藏在神里面的宝贝，这是一个更正确、更安全的一个投资。那如果我们家长遇到困难、遇到压力、遇到挫折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显现我们对神的信心？不要整天有愁眉苦脸，我们要很有信心的来面对，来祷告，做一个好的榜样。我相信这就可以显出我们对于小孩子永恒的投资。然后第四个就是小组的路段，我们要显现真实的连结。这个思想是从素瑜长老来的哈。我们有时候在小组里面，我们都想要显现我们过得很好，想象好像我们没有问题但是在小组里面，我们是不是可以勇敢的显现我们的软弱，我们的需要？小组当中呢，本来就是要彼此扶持、彼此帮助的一个地方，所以非常鼓励弟兄姐妹，如果没有参加小组的，可以进入小组。小组里面有时候我遇到困难，他可以帮助我；有时候他遇到困难，我可以帮助他。小组里面也有小组长可以来帮助我们，这是一个非常有温度的地方。欢迎弟兄姐妹都来参加，让小组呢也可以成为一个预演天堂的一个地方。最后，我们要承认我们的导航会错误，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些偏差，我们要不断的来校正，不断的来思想，要承认导航会偏差。第二个，我们要来操练校正你的属灵 GPS。 刚刚所说的，有时候我们会想得到、知道，但是做不到，所以要不断的来操练，将我们的心思转向神。第三，就是我们要有信心启动复活的新动力。我们要相信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有能力去完成我们心里所设定但是做不到的事情，这个我们要有信心。再来第四个，就是我们要有行动，我们要勇敢的显现上面的事，就是刚刚所提到的。各位弟兄姐妹，今天分享到这里，我们用属灵的 GPS 追求上面的事，我们有许多的学习跟教导，愿不愿意做决定权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盼望我们都可以依靠神来做这样的事情。最后，我用一个小小的故事来跟大家来做分享。有一个乞丐，他没有钱，通常乞丐应该都是没有钱的然后他在一个很乡村的地方在乞讨，每天他所乞讨的钱都是一点点，只能够三餐温饱，有时候还吃不饱所以他就跟上帝求说，希望可以让他有多一点的收入。那我想要去比较
大的城市去乞讨，因为那里的人可能比较有钱。然后有一天真的有人就给他200块，他拿到200块他就很开心，他就去搭公车到比较大的城市去。然后他去大城市的时候呢，一样是做乞讨的工作，但是那里有一些竞争，有一些原来在那里乞讨的那些乞丐会欺负他，所以他想说，那可能这里城市不够大，想要去在更大的城市，那就跟耶稣祷告说，耶稣啊，你如果说可以让我收入更多一点，我想要买一部机车，我可以去更大的城市去生活这样子。结果祷告之后呢，哇，那个捐献给他的人的钱又越来越多了。他好好的把这些钱存起来，然后存起来之后呢，他就去买一台摩托车。买到摩托车之后呢，他就按照他自己的计划，就去一线的城市去。但是没有想到，到一线的城市竞争更大，所有的一线的乞丐都跑到那边去，大家非常的竞争，而且在那边受到更大的欺负。所以他想说，那就跟神在祷告说，是不是可以有办法有人捐献给我多一点，然后他可以改变他的生活这样子。后来有一天，真的有一个有钱的企业家，直接给他一张1000万的支票。听到这里，想不想当乞丐？这是故事。他拿到1000万的支票之后呢，他就去兑现，拿到1000万，哇，很开心。那我要怎么用这1000万呢？这个乞丐就想到廖勋长老，他买很多房子，他想说，如果我可以有一个房子，那又是金店面，该有多好。但是这个地方呢，1000万买不到房子，他就跟神祷告说，我已经有1000万了，如果你让我可以买到一个小小的店面，该有多好。然后他就很有信心，依靠神去找房子，真的被他买到一间1000万的店面。他真的很开心，他觉得这个神很照顾他。结果他买到之后呢，他进去住了之后，隔天早上起来，他就很安心的打扮乞丐的样子，在他的店面门口继续的乞讨。有人问他说，你已经有房子了，你怎么还在这边乞讨？他说，我这个房子是我自己的，我也不用怕警察，我也不用怕人家欺负我，我可以安安稳稳的在这里乞讨一辈子。所以这个故事虽然很荒谬，但是这个就是思念地上的事。有时候我们领受神给我们基督一同复活的那个宝贵的生命，那我们也领受了我们跟神同在的那个美好，但是我们却一直在想地上的事，我们都没有在想天上的事。所以好不好，我们一起彼此来鼓励，彼此来提醒，让我们在主的爱中勇敢有信心的一起来追求上面的事。我们一起用这一个圣诗我们来一起来回应神。有你，我生命不一样；有你，我生命在燃亮；有你，我不害怕困难；有你，我有满足的喜乐。我在深处里求告你，你在天上听我祷
一起来与大家一起来分享。我在这里要讲的是，我们刚刚所听到的神的话语，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把这样的感动活出来呢？我们的生命需要建造，生命建造需要彼此，我需要你，你也需要我，我们都互相的是被需要的。我非常鼓励大家来参加小组。郑柏之牧师，他来到我们的教会，他花了很多的心思，他也做了许多重大的改变。最大改变、最大的工程，就是小组的改造。如果组织的讲道呢，是神在我们心田里面种下的种子，那么我想在小组的聚会，就是将这个种子慢慢我们来耕耘，我们来施肥，我们来浇灌，让这个种子可以慢慢的长大。所以期待我们都能够在小组里面得到喂养，得到帮助。让我们将属灵的 GPS 导航，我们先导航到小组里面来，就一次就好了。相信每一个人都会有不同的领受，也会有很棒的领受。好，我们一起来唱副歌。谢谢你今天透过圣经的话语，重新校准了我们的生命导航。主啊，求主你圣灵来帮助我们，将今天你在我们心中放下的每一份启示、每一份感动，都深深的存记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不只成为一个听到的人，更能够将真理活出来。主啊，当我们走出圣殿，回到职场，回到家庭，回到那容易让我们思念地上的事的那一个环境的时候，求主你赐给我们勇气与能力，让我们能够按照圣灵在我们心中的感动，勇敢来追求上面的事，也能够让我们用基督的心为心，与基督一同复活的新生活。愿我们的生活能够成为你恩典的见证。恳求天父上帝听你众儿女同心的祷告，我们这样感谢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我们再一次从座位上站立起来，来呼求神。神在我们生命当中要做那个美好的事情。主啊，他从高处伸手来抓住我们。我们一起来，他从高处伸手抓住我，从大水中拉上救了我，帮助我脱离仇敌。耶和华是我依靠的，他从高处伸手抓住我，在荒芜之地不放弃我，领我到宽阔之地，搭救我
的时候求告耶和华。我们再次将掌声、荣耀归给我们天父上帝。好，我们这个礼拜就到这里。弟兄姐妹彼此请安。那帮忙收椅子，收椅子。前面2排橘色的不要收，后面的帮忙一起收一下。